哇！我身後呢一棟佔地3200方嘅簡氏別墅，佢嘅主人就巴閉啦，係中國近代史嘅煙草大王。可能你唔知道佢叫咩名，但佢嘅產品係好多人嘅好朋友，佢就係紅雙喜嘅創始人簡兆南。簡兆南係佛山人，但係佢同香港就非常之有淵源。20世紀初，英美嘅煙草公司當時就企圖壟斷煙草市場。簡兆南同埋弟弟簡玉佳喺香港成立咗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，提倡使用國貨。當時英美嘅煙草公司就企圖通過收購同埋合併嚟打擊簡氏兄弟，而佢哋咧就喺香港開設工廠，獲得咗國民嘅支持，仲穩居中國第一煙草品牌嘅地位，成為咗當時唯一可以同外國煙草巨頭相抗衡嘅民族企業。簡氏兄弟曾經都捐過巨款去資助暨南大學啦、武漢大學啦同埋復旦大學去建造校舍。隨住生意越做越大，簡氏兄弟咧都需要成日返回家鄉，佢哋嘅屋企人都需要住所落腳，於是就喺東華里呢度就起咗呢個簡氏別墅，距離而家已經有150幾年啦。西式嘅羅馬柱，中式嘅水墨青磚，中西合璧嘅建築風格，呢一度係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嚟㗎。你又點睇呢？關注森美有料到。